歪咗，地板記住腳步聲嗎？無形仲會呼吸，電線靜靜發麻，得獎嗰張紅紙，冇人再去攞。笑臉容狡猾，眼神卻太假，時鐘跳過1秒，我聽到佢笑我啊，玻璃反射我，但我鬱唔到，好似連影子都想走入我。明都未被叫，如果冇人嚟，我算唔算存在？